继续来关心这站以外，这台大化工系实验室在去11点外时阵发生火灾，有2个学生烧烫伤，7个学生去砸到。实验室的教授是表示讲，研究生迄当时伫咧做实验，毋过伊所做的是普通的实验，为虾米会爆炸？这部分佫需要调查。 画面中会当看到火星弹开，火焰开始冲出来。有学生囡仔徛伫台化工系馆外隔马路，翕到中昼发生的火灾。台北市消防局随出动20台消防车、9台救护车，各伫12点26分把火拍花。拢总有9个学生囡仔，包括2个外国学生送医，其中2个伤势较明显。 目前大家都有轻微呛伤的一个情形，有2名会比较严重，所以在第一时间那时候有先做一些清消的动作，那都没有生命的危险。起步迄当时，学生囡仔讲有听到声，想讲单位讲，系馆其他的所在学生囡仔是讲，代志发生了后，看到白烟真大，听到嘣一声，然后就有一堆白烟，就大家就知道要跑出去了。 起步地点是伫那宗文教授的实验室，伊讲早准备踏入去，就发生起步，门嘛受破击。伊解说研究生进行是普通的油压实验，做过真侪届，无需要老师伫边啊，佮不会这甲锂电池的制停无关系。 就是一个油浴锅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加热的化学反应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那个反应是在高压釜里面，压力也不高。就我个人认知，应该没有太危险的状况，因为做过很多次。台大校长陈文忠嘛赶到现场关心顺序，伊讲用上紧的时间甲师生撤离，系馆爱确认无问题了后，才会重新开放。 主要是我要先确认师生的安全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其他这个财务损失，总是我们后面可以想办法来处理。是安怎做简单的实验会爆炸着火？校校表示，交由相关的单位调查清楚。9个受伤学生囡仔分别送台大万丰甲和平病院。万丰表示，到院6个伤患无吸入到化学物质甲外伤，拢是较轻的砸伤，会先留院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